后来连落几啊天的雨，南投德山有一个出名的景点小黄山风景区讲房山路，附近的乡亲听到隆隆叫的声，走出门，就看到这个山长咧放。这嘛，互德山的乡亲想起20年前921大地震恐怖的回忆。大地土石一直淋落去，规边拢是土粉啊，隆隆叫的声音，互附近的民众拢惊到。听到土石放落声音，有民众要出门，就看到这样恐怖的景象，赶紧摕手机出来翕。那个土的灰尘都已经扬起来了，有一个很大的山崩，然后我在看的时候就一直在崩下来，一直崩下来。对空中看落去，150公尺山顶出现规大片放落民众，土石一直淋落到对面的清水溪，而且佫继续咧放，互当地民众想起20当前恐怖921地震。因为921那个时候也是在山上，也是山崩，就让你想起了那个可怕的记忆，这样子。可怕的记忆，对啊。德山的小黄山原本山势并不是安尼，在921地震了后，变成这么佳的山壁风景，甲中国黄山有淡薄仔共，这几站嘛起不少游客来。不过连续几天的梅雨，造成边坡土石崩落。它因为由于是砾石层的关系，所以粘着度不是很够，有点小坍塌。大概是500平方米左右。虽然崩山地点离溪边也有1公里，但是大自然的力量真歹估计。民众这段期间上好唔通挖近看，以免发生危险。